立定新北市这个幼稚园饲药案件侦查终结不起诉。这个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昨甲当事人之幼教老师举行记者会，讲到这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呢，甲儿童权益促进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捌公布涉案的教保人员的姓名甲相片，指讲因盗摄秘密盗摄个人的资料，而且对老师造成伤害。不过王婉如讲，这个王宏维的指控是无影无迹，就是讲涉嫌侵占伊的名声，就呢去甲台北地检署甲告。来到北检市零宣告，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不满扣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点名泄露饲药案漏水个人资料，去甲以妨害名声来甲王宏维个加重诽谤罪刑事告诉。王婉玉跟王维君，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把个资外泄。在过程里面，司法还没有经过调查结果，他们怎么就可以动用私刑？把老师的个资全部外泄出去，让他们接受全民公审。5月我接触到家长的澄清以来，我从来不曾在记者会、社群平台，又或者是在媒体上揭露任何老师的名字，又或者是照片，子虚乌有的方式来做污名化，来做抹黑。不过王宏维搁一摆激动气，讲到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美君6月7日报文，讲到王美君伫咧当时已经公布幼稚园漏水名声英文字含假可以班级，而且伫咧报文尾啊冒标记王婉如。王婉瑜，你还被 tag 在里面，你在第一时间你有拒绝吗？然后在这个个资这么详细的个资公布之后，你有更正吗？这叫做恶人先告状。很多的文章其实都会 take 我们如何能够去每篇文章来做了解？他指控我的是在我的记者会上来提出名字以及照片的全部公布，光是这样的资讯其实就是一个不实的指控。当兵过来过去，就算新北饲药案已经侦查收煞无起诉，不过煞尾震大震火，嘛是烧个真美。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